大家好，我係 Teacher Rocky， 同大家一齊畫畫已經超過1年啦。喺嚟緊嘅日子，我試下轉一轉題目，同大家分享一下我砌模型嘅心得。從工具到顏料、物料嘅應用，點樣使用工具嘅基礎，我會一一同大家喺度分享同示範。我好相信，當了解咗各種物料、工具點樣應用之後，再經過重複嘅練習，將物料嘅應用同埋技術融會貫通，大家都可以創作出高水準嘅作品。喺年輕嘅時候，因為資訊冇咁發達，無論響工具同埋物料嘅應用都係唔認識，花幾多心機同埋時間都冇辦法做得出滿意嘅作品。希望喺日後嘅分享裏面可以俾到大家一個參考，同埋同大家有個交流。今集我將會同大家示範日本福岡限定紀念版高達1:144。呢盒模型係我哥哥嘅朋友送俾佢嘅禮物，我哥哥交咗俾我將佢完成。呢盒福岡紀念版高達係 Entry Grade， 打開裏邊主要有4個框架嘅組件，組裝起嚟唔會太過複雜。首先介紹嘅工具係剪鉗，年青嘅時候隨便買個電線剪鉗就開始砌模型，喺而家就講究好多啦。喺左手邊深藍色呢一把呢係雙印剪，兩邊都係刀口嚟嘅。右手邊淺藍色呢把就係單印剪，係單邊有刀口，另外一邊呢就好似砧板咁，係攞嚟受力嘅。單印剪剪力較強，適合第一次從框架上面將零件剪落嚟，因為係兩面擠壓切斷，對塑膠有時會造成變形同埋會有白化嘅現象。一般情況下我都唔會成日分開兩段咁樣剪，除非係啲件太細同埋太幼，我先至會將佢分兩段嚟到剪。初剪咗出嚟之後，我就會用單印剪貼住模型件剪平佢。同大家講下砂紙，砂紙我基本會用400、800同埋1000，號數越大砂紙越幼細，如此類推。以前我哋會用膠板或者硬海綿嚟做砂紙棒，而家啲配件靚好多啦，我哋可以上網好平咁樣訂到一啲纖維板嚟做砂紙棒。仲有砂紙嘅背面都係有膠底，方便我哋呢裁切出唔同嘅形狀貼落去纖維板上面。裁切砂紙嘅時候唔好嘗試一刀切斷，可以分幾刀慢慢切斷為止。當太用力嘅時候，如果刀口食咗落纖維板上面，好容易會跟住纖維板燙到手指，咁樣係好危險嘅。跟住介紹 cutter， 我用嘅係藍色 BD100 NT cutter， 上面見到嘅寫住 BA100 NT cutter 係普通界刀，而藍色嘅 BD100 佢刀片嘅角度設計特別斜。正因為係咁樣，所以佢個刀頭特別尖，可以更加容易伸入去一啲比較狹窄嘅罅縫位置，作出批同埋刮嘅工作。點解我咁中意用佢呢？因為比較起平時用手術刀型嘅筆刀呢，有同樣嘅效果，但係更加經濟。每塊刀片有8格，崩咗就搣咗佢。越尖嘅刀頭越容易崩，尤其是喺 cutting mat 上面做切割。大家而家見到嘅係鑄模時候走膠出嚟嘅瑕疵，我哋可以用戒刀刮走佢。跟住同大家講下噴底灰。噴咗底灰之後，無論係用噴槍或者手油都係比較容易上色嘅。另外一個用途就係揾出組件嘅瑕疵，再作打磨同修改。噴底灰嘅方法同噴油一樣嘅，喺未去到組件嘅範圍已經要開始撳定油 ，keep 住向橫移動，離開咗件組件先至停手收油。如果唔 keep 住喐，就會有積油同埋滴眼淚嘅情況出現啦。可以去模型店同埋網上買到鱷魚夾嘅竹籤，將切割同打磨好嘅組件夾起嚟噴。有需要就用皺紋膠紙 mark 翻個 number， 方便之後組裝。
搖勻之後就可以好似頭先講解一樣噴灰。每次噴完之後都可以響噴嘴個頭嗰度用紙巾清潔一下，避免塞住噴嘴，下次再噴嘅時候就會有飛點嘅情況。買竹籤鱷魚夾嘅時候，通常都會送埋個瓦通紙盒，咁樣插住就方便處理啦。噴完灰見到啲分母線，我哋就用砂紙棒做打磨。可以嘅話，可以噴上清水做水磨，效果更加好，砂紙更加襟用。好，噴好晒底灰，檢查過冇問題就正式上色啦。高達白色嘅部分，我用咗淺灰藍色做底，再噴上白色製造高光。我將模型油混合開油水，有明顯嘅流動，倒落噴槍嘅杯上面。手握噴槍，手喺氣喉前面繞一圈，使到氣喉唔會向前面阻住噴油嘅過程。用噴槍同噴罐嘅方法係一樣嘅，喺未到件件嘅時候已經要拉定油出嚟啦。模型油預先用膠樽開好，方便用完嘅時候先至再加。當噴油嘅時候要 keep 住檢查噴針有冇積油，有嘅時候用2隻手指抹走佢就得啦。喺呢度我補充一下，如果想將落噴槍杯上面嘅顏色再混和，可以用2隻手指夾住噴槍嘅針，撳落出氣，再拉後，做到混和嘅效果。試噴一次，打圈見唔到有斷線，出油正常，可以繼續噴色。遇到有斷線飛點嘅時候，我哋可以用 dropper 再滴少少開油水混和，直至到出油正常。將噴好油嘅件插返喺板上面，咁做起嘢上嚟就企理好多啦。想作品睇起上嚟更加立體同埋有質感。喺喐動嘅關節嘅內部，我通常會油返黑色同埋做返一啲嘅效果。使到作品完成咗之後，當模型喐動嘅時候，睇到嘅內部結構唔係塑膠，而係有更加立體同埋重量感。大家可以睇到啦，喺內部油上黑色之後，立刻升級咗，好有質感。組件嘅時候，發覺仲有地方係需要再補黑色嘅，之後一路做一路執，大家可以即刻睇到個分別係爭好遠嘅。組裝大致完成，我哋之後就去同佢做返個滲線，增加個立體感同埋深度。我用嘅係雙星嘅滲線液，響以前嘅日子係用黑色嘅油畫開松節水。而家有現成嘅滲線液係非常之方便，基本上有黑線嘅地方一點上滲線液，佢係自己會流動。出咗界嘅滲線液，點少少白電油就可以將佢清潔乾淨。喺呢度我用水性模型油，即係 acrylic， 開一啲較淺嘅藍色，做返高光嘅位置。喺白色嘅地方，我會用少少淺灰色，揩返少少陰影。高達背脊嗰支炮，我會開一個深灰色，捽乾支筆，做上一個乾掃，等佢有一個高光立體感嘅效果。希望大家鍾意今日嘅基礎篇啦。下一集我哋一齊晉級砌1:100 MGEX 沙沙比，到時一齊練習唔同嘅工具同方法。希望我哥哥同佢送禮物嘅朋友都滿意呢個製成品啦。